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是7月5号，主要即马咧录音的时间啊，咱的这个南部台南、高雄、屏东已经宣布明仔载要来放假咯。放这个风台假的时阵呢，这就是真歹处理一件代志啊，就是因为明仔载应该原本是这个高等考试的第一天啦。因为我较少年吼，所以我嘛毋知影讲历史上敢有迄国家考试去拄着风台，所以我就毋知。听讲即马可宣布的即个网站宕机所以咧请大家较注意一下。除了即个考试爱注意以外咧，更加爱注意是即届风台，你若是住伫即个西半边的台湾咧，爱特别的注意，尤其是中部像咱的即个台中即两日下晡落大雨。所以拢变做一个东方的威尼斯，东方威尼斯就对啊。好所以咧，请大家若是住台中较注意就对。好这个今仔日咧要来甲大家讨论的是咱住考了的这个普通考试。普通考试咧有这个行政学，咱昨是甲大家讲这个政治学部分嘛。今仔日嘛有这个好朋友甲普考行政学的题目传互我，所以咱会使用上紧的速度甲大家做一个整理，甲一个统计来报告讲，自即届普通考试的选择题内面虽然讲伊无即个申论题，但是自选择题咱嘛是会使有一寡的结论来去帮助咱伫高等考试的时阵来去做一个准备，虽然时间是真有限像旧年我家己有去考嘛，所以旧年我伫考试场内面甲即个考试卷写了后咧，我就开始做一个统计嘛是确实有去掠着后面过当工的即个高等考试的行政学的题目所以咧咱今仔日小可甲大家做一个讨论上重要一件代志啦，就是我有教大家讲要安怎来去使用考古题嘛自咱今仔日50题的即个选择题内面咱统计了后，我发觉到一件代志你可能讲出来，你想讲这哪有啥？你答遐咧大细声，但是呢，有一件代志，咱发现的就是讲，普通考试甲咱6月中拄考了迄个警察的考试，伊的即个4等的考试，拢总50题，伊每一个单元的出题数量，基本上袂使讲完全一模一样啦，但是差无2题啦，会使讲每一个单元的出题数量，基本上拢足成的，会使讲。你除了迄2题以外，拢总共款，说拢总共款，所以这是啥意思呢？就请大家今年的题目一定爱做，因为咱普通考试的每一个单元的出题数量，甲头前的警察迄届6月中的考试的题目数量一模一样差2题尔，差恁迄2题就是组织管理即届加2题。顶一道6月中，迄是有一题咧考概论，一题咧考即个公共管理。即届咧，咱会使讲除了即2题以外咧，其他的单元的出题数量一模一样啦。所以呢，请你一定爱将今年的即个题目爱做一个练习。拄好明仔载放假嘛，所以7月6号放假。你若是想要助你的即个行政学搁做一个上最后的准备请你一定爱将今年的题目做咧。差不多开1点钟的时间应该就会使咯。这是第一件代志要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的，就是今年普通考试的考试题目内面每一个单元的出题数量甲头前基本上一模一样所以呢，今年的参考性足大这是普通考试。你讲高等考试我是真看好，咱今年的高等考试嘛有25题的选择题，应该甲警察迄届的考试题目的数量的分配应该是大同小异所以你考试进前会使去参考警察考试你讲参考这些创啥？因为考试进前你的时间是真有限无迄个时间各位课本第1页读到最后面，所以呢，你就爱抓重点考较侪单元就读较侪考较少的你就会使放较后壁，是安尼所以这是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咧就是咱进前甲大家做一个咧诱导的部分咱有唱一拍念歌嘛。基本上拢甲即届出题的这个表现拢有抓到恁讲隔壁老师嘛也说他猜中你们都说你们猜中到底差伫倒位？我就讲隔壁旁的啦，伊是约几百个考点呢，才互伊抓到呢废话，像阮高中的时阵嘛咧笑说这个学测考试题目命中率100%，因为我说第1册到第4册全部都会考，废话这个高1甲高3所有的内容
拢甲摇落，废话煞毋知题目拢为遐出的，所以咱咧摇题是摇看谁用上少的考点，就掠着考试要考的物件，这才是厉害。无互你摇嘛，你摇1000个一定互你摇着啊。问题是问题是你摇1000个，迄就无意思嘛。所以咱摇的题目数量诚少，咱掠的考点诚少，咱有讲的拢有考，尤其是咱今年伫这个末代实体行政学，同学，你若是有咧听我的这个广播的话咧，咱是毋是讲会考的？即届普通考试完全拢出来啊！所以咱就甲大家讲嘛，你上了我的课题5月中左右结束，今年去考拄好因为咧就遐尔简单啊！你讲我的课本足薄的，就无遐尔侪会考的物件，你去读迄清华也是咧创啊！所以咧，这是第二件代志哦。用上紧的速度佮甲大家做一个整理，讲每一个单元有啥物款重要的物件，咱正讲会考即届嘛有考出来。头大生就是这个流变，个流变是今年的大重点哦，要注意哦，因为普通考试的题目数量足多，咱要讲伊伫高等考试25题内面，应该啦有机会出差不多7题左右啊。内面呢，头大生正重要就是这个 NPM 一定要抓着，因为即届普通考试内面题目数量上多就是这个 NPM。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讲咱顶一回是整合理论时期考较侪，即届咧修正理论嘛出现啊，所以剩这个传统时期你可能爱看者。过来就是今年的这个题目咧出这个流变的时阵除了个别的时期，伊嘛有甲这个无共款的合派做一个综合的比较，即款的题型你要去小可注意一下，嘛有可能咧会去出现讲这个伫这个申论题内面，所以咧你拢爱做伙家创咧，安尼就应该无问题啊。过来就是人事行政嘛是今年排名第2的这个大的单元。伫考试正正有这个念歌内面就甲大家讲，这个课程伦理一定有的啦。所以即个呢嘛出足多，我真看好。咱高等考试应该咧题目数量咧嘛袂少。过来就是一寡这个人事的趋势，这个趋势就要去问何老师，因为何老师就咧上这策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即个嘛有一寡题目。其他就是法律的部分，这就要考你的行政法，因为这就是甲人事有关的这个法律的部分。咱讲这个级别理论一定会考，哪有考嘛，一题嘛，所以你高考嘛会使啦，来等看伊会出无。过来这个财务行政即届咧拢总有5题，5题其实即届较特别的部分是伊这个预算法的部分考较少，伊概论的部分考较多，尤其是完全拢无这个。会使讲制度的部分，所以高等考试哪层会考这个制度的部分哦？因为即个考较少嘛。咱讲迄咧准备的这个第一准备金甲第二准备金有考啊，所以高等考试可能会去考的就是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这个特别预算甲追加预算的部分咯。即个嘛有考到这个审计所以你会使看者预算化的部分，即个考较少，但是咱。看讲高等考试可能会考迄预算，伫时间到未新材料要安怎来去处理，这嘛是有可能的。公共管理即届咧拢总有4题，这4题咧真平均，有考这 SMART 完整 TQM 危机管理甲这个知识的管理。高等考试我想可能一题甲无题目，就是安尼啦。因为这危机一直咧爆发。所以呢，危机管理可能爱小可较看者，但是伫高等考试公共管理的题目数量应该是无讲介侪，所以毋免太紧张。毋过要去提防，就是即届普通考试公共管理的考点，伫后边高等考试煞来变做是申论题的部分，所以你爱做一个提防。过来这个组织管理的部分嘛是共款数量是真多尤其是伫即届普通考试数量嘛佫变做第1名所以组织管理咧即届考上多。是这个静态组织的结构的部分颠倒是这个动态部分考较少，所以高考可能会颠倒变领导等等的这个动态部分的考较多。另外就是咱佫有看到讲，这个有关当前政府的行政组织的部分的嘛有一寡题目甲这个地方，咱伫即届普通甲高等考试正正。最后的这个 Google Meet 顶悬的讨论，就甲大家讲，今年有一个真奇怪现象，就是伫行政学内面组织管理、地方政府组织的部分，今年的题目数量，所以变甲足多哦。咱伫即个普通考试嘛有看到，所以高等考试
咱会使讲啊，有正大的机会，一定会阁继续来考地方的制度的部分啊。所以这若是考民进的同学，恁就趁着啊，因为地方的这寡制度啊，恁是常识的，所以这可能一般的朋友，你就伫行政法内面啊，小可甲这个地方制度法看者，应该就无问题咯。啊，过来政策的部分，今年考甲嘛讲淡薄仔济啦。啊，你若是有上啊末代实体行政学，我就甲你讲，迄政策的问题内面，市场适应一定会考。咱考试进前的这个 Google Meet 直播嘛，有讲市场适应一定会考啦，有考无？有啦，所以你看，敢有人要遮准的吼？啊，过来就是政策的工具，这个题目数量真多，这是一个足细考点，但是今年政策的工具啊，题目数量无讲介少，所以咧有可能伫后壁啊，高考新论题啊，这个爱该注意一下。过来这政府合法化，啊，你来小可甲看者。啊，咱讲 NPO 一定会出，而且呢是考这个较新的考点啊，所以今年嘛有考出来，就考这个社会企业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拢爱做伙甲看者。所以咱讲今年的高等考试，可能就是政策啊，参这个政策的工具，参这个甲民间的合作的部分呢，可能会为这个方向来去表现。但是这是我要的，这完全无参考性。你看你要听我的，无听。我是敢若甲你讲，咱有把握的部分，咱甲你讲，啊是咱凭家己的这个。感想啊，咱家己的感觉，我袂要诶，咱嘛甲你讲，啊，就是每一个人讲伊诶想法，啊来做一个交流，就是安尼啊。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年这个普通考试诶50题诶选题题内面，咱所会使看到诶一寡现象啦。啊，像这个7月5号嘛，咱讲这世界末日嘛，啊嘛是伊诶感想嘛，啊有准无准，咱就看个人诶这个判断啦。啊，这是我对这个普通考试考试卷内面啊，咱会使做一个整理啊，所以咧，搁再提醒一届啊，所以这个考古题一定爱做，因为咱的题目啊，新的题目真少，基本上拢是为旧的题目啊提出来改啊，所以咧，这个行政学其实讲起来是无讲介困难，就是安尼啦。好啦，以上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啊，洪台北来啊，请大家注意安全咯，尤其是你若是伫台中啊，即马伫台中你要买这个水上摩托车啊，比这个你的这个欧多拜搁较好用啊，吼。好，啊嘛，这个今日啦，这个咱台南埔这店的这个王爷、王准、王顺啊，所以今仔日啊，高雄、嘉义啊、云林拢落大雨，但是着咱遮咧雨无讲介大啊，嘛算讲有这个生命的庇荫啊，咱今仔日啊来这个嘛参这个生命啊来去祈求，互大家即届考试会使顺顺利利啊，即届这个风台啊，咱大家做好准备，嘛免伤过烦恼。啊，来去伫风台了后，将你平常时的这个准备啊，做一个真好的发挥啊，考试应该就无讲介困难咯。好，以上就是咱即届的这个分享啊，甲讨论，希望有帮助大家对行政学的掌握啊更加深入啊。以上啊，来甲大家做一个说明，感谢大家收听啊。你若是要追踪我的 IG 啊，请这个传这个这个私讯互我，无好有一寡都拢真成迄机器人账号，我就毋敢加，像即马有足侪网军呢，所以你若是无法度判断你是真诶人还是迄机器人账号，我就毋敢甲你加，所以你若是要追踪我诶 IG 哦，搁传一个私讯互我安尼较好。好，以上甲大家做一个报告，敬祝大家风台天，大家拢平安，考试会使顺利，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较平安大赚钱哦。趁还没太晚，将百年太换，走一起走一起，终结这场灾难，请不用哀叹，众神护台湾，我们也护台湾。笑脸给来吧，长辈出来吧，告诉他们台湾哪不是送大，护国的出来吧，保台的出来吧，告诉他们黎明上大。